台南市去年在登革热大流行的期间，那天沟的阻塞导致有这个孑孓滋生，一直是我们这个在防治上的一个难题哈。那为了要能够让我们各个邻里的志工队，他们在巡视我们社区的时候，可以呢及早的来发现天沟的问题，所以我们第一个是推动了这个天沟月，我们集中精力在我们这个雨汛来之前，梅雨季来之前，我们可以先做好我们天沟的一个巡查。我3支讲切路断了，3支螺丝锁锁的，电线白白的，才行才搁甲锁好开。这较爱偌久的时间，1点钟内底就做会开，但是是伫咧想的过程中，互我足困扰。我想就想5天，我想过足侪种的材料。好，我们把镜子调好之后，你看这个放下去，它是不是开始投药？安尼是不是开始投的？右看，伊关咧，对不对？用了导游在赖的群组上面做公告。那再者就是跟我的所有里民去做提醒，关于屋后沟的部分，再次跟大家报告，公部门是不能够用公资源来帮你清理屋后沟，必须要透过大家整条巷弄大家来集资，一起出钱来整治屋后沟。为了左邻右舍，为了家人的健康，大家一起来做。尤其像前几天有下雨的情况下，马路上面有积水的容器都在那边，必须要整理起来，雇工来整理环境。那制作天沟棒，让我们的志工或者我们甚至我们雇请的工人来投放力剂，消除登革热病媒蚊。掌握施政3分钟，台南进步向前冲。因为去年的经验，还有包括以往的经验，在登革热防治上，天沟是变成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滋生源的来源。天沟清了又清，蚊子来了又来，孑孓生了又生。其实天沟也是南部，尤其在台南建筑的一个特色。这个问题也是不是间接造成了台南市登革热案例居高不下，我们还不得而知。但是事实上，天沟每次都常常检查出来有孑孓，还有病媒蚊滋生，这是不争的事实。因此呢，我们今年算是提早来对于这个部分来加强。一方面鼓励民众不要再设天沟了，既有的天沟可不可以来加以改善？能够让它变既有排水的功能，又可以不要滋生蚊虫。这就是我们今年特别拨出经费来做社区宣导的一个重要原因。所以我们今年从天沟开始，当然也从其他的部分同时并进。今年坦白讲，在开年开始，其他国家都出现不好的征兆的现在，希望在台南不要再发生登革热，希望能够成功。你好，是今嘅欢收看5月9日中嘉台南电新闻。台南旅游有新的算法，今年6月开始，观光旅游局将首次推出盲盒游艇，也就是虽然唔知详细游艇内容，但完全信任台南这个品牌来参加。目前主要是规划海洋加盐产2大主题，专程坐双层巴士来体验台南的风情加美食，请大家密切注意台南旅游网，先报名，还有特别的优待。台南双层巴士原本就是行观光路线，要游客对无同视线的角度来欣赏台南的风情。这回市府观光旅局就以巴士为主角，大规模设计6大主题游艇，有18条路线，而且佮结合在地美食，有米其林必比登的店家，有5000间饭店的下午茶，以及游船加农村体验活动。要互游客全新的感受。不过，整个游艇或做盲盒，也就是事先都唔知影详细游艇内容，可验游客对台南品牌信任。盲盒就是一个物件，你唔知，甲包做伙包装然后卖什么？卖顾客的信任。我信任台南，我都无要看介绍啊！我讲的是来台南旅游这样的价值，我就来买这个游程了。对，买台南的品牌，
那买品牌，相信台南。虽然局长讲油田保密，只公布介绍，嘛强调先报名有优待，市长嘛保证物超所得，欢迎6月开始连续4个月来设台南的山区海边。这些都是踩线团等级的，就是说我们把最好的呈现给你，那你来踩线，了解说各个路线，接下来你就会呼朋引伴来这个参与。那也感谢我们3位大使这个肉卤小纳豆还有 Johnny， 其实各位在网络上也好，在平常您自己的社群媒体上，有许许多多的网友是看到各位的一个品质保证所以说加上强联手，有各位的有好的产品，有好的城市，有好的这个引言人能够把我们台南市介绍给更多国内外的好朋友。相关旅游资讯将公布伫台南旅游网，欢迎大家密切注意，做伙来体验台南旅游新的生活。台南新闻阮吉采访报道。真侪连续几天大雨，为伫新市潭顶里的农民，最近陆续发现潮水渐渐打死，因为受影响的灾民真大。立委陈天辉9号特别邀请农业部农粮署等官员到场会勘，初步证实是潮热病。目前调向申请农业保险理赔，不过受到5档基本产量限制，农民是看会到、食袂到。对此，立委嘛将一并检讨农业保险办法。立法委员陈天辉上午会同农业部农粮署、台南农改场以及市府农业局等官员，伫个当地区长、里长甲农民的带领，实地来到新市区潭顶里的农田。农民表示，这一大片的稻仔园，伫进前的大雨过后，无到3天，就发现潮水开始来打园，打园受损大约占了2/3。农民恐惊收成剩无到3成，因此向议员甲立委来陈情。2天后就开始发生啦，大雨啊拢袂有啊。伊国这啊水经白啦，这个咪个风透着，就是拢来拢回来。对。因为死心嘛也更什么头就是在这啦。这水跟了嘛，这大家分开拢打去，这拢无好啊。这拢无好嘛这水经啦，水经白啊。所以这种物件这超无1/3啦，本来2000斤啊，无1/3啦。后来经过农粮署甲农改场专家的鉴定，证实是隧道热病，因为受真菌的影响，如果初步无预防，恐惊影响的面积会哪来哪大。这是隧道热病了因为在生长的过程里面，在抽穗的过程里面，它环境里面如果有这些菌的话，在抽穗的过程，它那个菌附着在这个上面感染。它如果附着在这里，那就只有这一只会得到；但是它附着在这里，那就上面这里会得到。但是它这一个是在这里感染，感染以后，这个地方就水跟养分没有办法过去，水没有过去，所以它很快就干了所以它没有办法充实。所以这是属于真菌的隧道热病。您有反映说这个会爆出菌本来就是会，但是你如果像我刚刚讲的有事先预防的话，我管理上如果好，而且不要长，就是肥料不要施得太多的话，它叶片不会水平就不会垂下来，然后植株不要太密的话，通风的话，它的效果就会比较好，就是比较不会改变这样子。后来经过立委甲农业部的协调，初步以申请农业保险来理赔，但因为农业保险甲一般天然灾害无同，必须要看收成量甲过去5档的基本产量来比较，农民惊看会到，食袂到。对此，立委陈天辉表示，除了会甲保险公司来协调，另外嘛将一并来检讨农业保险的制度。经营真正最严重。那因为我们的稻米都有强制保险，所以有强制保险，我们就要用保险这个区块来做一些协助的动作。但是现在又发现了，我们保险的处理是用所谓的总产量跟这个现有今年的产量去做对比。那你要少于确实这个低于这个2成，也就是你的损害有8成，才能去做这个保险的
届申请哈，可是现在发现它的一个基准产量都过低了。都过低，但是5年基准产量的一个平均数。那这5年基准产量，这当中有太多的因素了。我们常常会等着拍泥当，那等着拍泥当，这当中所平均下去的一个状况，那就会造成所有这个产量还有我们实质收成的状况会有误差。所以我们今天也要去解决这个问题哈。那现在有共识的是以保险来做一些协助。那第二个是我们要去解决的是，这个基本产量甲着实际产量有一个足大的落差。用这种基本产量吼，可能农民拢爱枵死啊。上午陪同会刊，还有当地议员陈碧玉甲李伟智议员表示，以该位置因为涵盖潭顶、大社甲永州等里，面积大约100公顷。如果以全新市区农产的面积152公顷，该地段大约占了2/3。至于受损的农害，议员嘛将要求区公所甲农业局要来扩大采用。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为了引导青年朋友对国产荞麦认识，进一步善用咱在地食材，由农粮署台南分署所辅导的台湾黄金荞麦生产合作社，这回甲中华艺术科技大学参与管理系合作，举办了荞麦创意主家比赛。因为总奖金高达12万，吸引真侪学生报名，场面相当热烈。由三公学合作举办2024荞麦创意烘焙竞赛，配合下午伫中华艺术科技大学来举行。主办单位农粮署南区分署特别邀请市府农业局长、西拉雅国家风景区的管理处长、台南市糕饼工会会长，以及台湾黄金荞麦生产合作社的理事主席来担任评审。另外，现场还有20位的贵宾担任最佳人气奖的评委。这一次合作社的理事主席林家宝理事主席呢，他就说想要提供给我们学生呢这个奖学金的一个部分。那么在农业部农粮署的指导单位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产官学活动，那企业呢可以做这个企业永续的一个社会责任实践。那也可以把这个很多的一个食农教育融入我们大专院校的一个课程。那同学呢，从大概去年已经准备了1年，就是把这个台湾在地的黄金荞麦融入我们的一些在地的食材，比如说这个玉井的芒果。那做成这个烘焙点心，那很多平民化的点心，像凤梨酥啦，或者是说蛋黄酥、司康，让大家在平日的生活当中呢，也可以吃到这么可口的一个烘焙点心，而且呢，它又是很健康的一个烘焙点心。这届竞赛活动挑选12种的荞麦点心，有荞麦天使蛋糕、荞麦欧式乳酪面包，以及荞麦小泡芙丁。最后评审的结果出炉。冠军是荞麦天使蛋糕，奖金3万块，由中华艺术科技大学郑仲伟等6位学生来得到。而亚军是荞麦旺来酥，第3名荞麦坚果的米芳，而最佳人气奖则是荞麦小泡芙。主办单位表示，这届竞赛采用以自然栽培的种植，专程无用农药，品质优良的黄金荞麦，搭配在地农特产品。制作的荞麦烘焙产品，以少年人的创意卡数，打造金色新时代的荞麦点心，嘛互专业的评审感觉特别的无同。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今年台南市吧市府文化局特别邀请知名作曲家赵清如创作属于咱台南的交响乐，或者风起王城。该乐曲用4个乐章来编曲，代表台南历史发展的重要历程，要用音乐带大家体验古都风华。台南市伫今年迈入建成48冬，伫重要的历史里程碑当中，知名作曲家石清如受到市府文化局邀请，替这座城市创作交响乐曲《风起王城》，
同时由台南市高响乐团来做演出。乐队编制大概是在60人左右，那另外合唱团的部分大概是75人，是一个很大型的一个演出。而且我们这一场音乐会也特别针对这一场音乐会有制作影音的呈现。乐曲运用人声含多元的乐曲元素，分为4个部分，包括着风起王城、承先启后、走向现代以及迈向民主。每一篇拢代表着台南历史的发展。透过一个大量的文献的考据，那将各个时代属于那个时代的背景音乐，透过交响乐的一个方式呢，制作出气势非常磅礴的、接近史诗级的一个音乐创作。高响音乐会5月11号将伫台南文化中心登场，到时也会跟合唱团斗阵演出，大家熟悉的台湾歌谣甲流行金曲。罗发局表示，希望当甲城市的高响乐奖早到国际演出之外，嘛要强化艺文教育传承，让这首乐曲成为台南人共同的文化印记。台南新闻所发采访报道。随着 AI 人工智慧的发展，台南大学资深工程系李建兴教授嘛带领研究的团队研发出台语学习的系统。真特别的是，只要对着机器人讲台语，就马上会当有相对应的图片，相当厉害。公园内底足侪猫仔咧佚佗。对着机器讲台语，无到几秒钟，就会当产生一张相片。台南大学资讯工程学系研发团队，毋但会当互机器人进行简单的台语对话，即马也会当用影像来学台语，趣味十足。这台机器有英语、台语啊 AI， 那在学校上课啊真好。咧讲的时阵，佫会是袂认转啊，有即种帮助是最好的啊，就是会当。互阮即种学生的台语佫较好。跟机器人互动，就会当甲声音自动运算，做量子计算智慧操作式学习。不管本土语言也是英语，拢会当清楚分辨。未来也会当跟相关教材做结合，应用伫课堂当中。在教学的部分，低年级、中年级、高年级，我拢会当导入安尼生成式 AI 影片的一个。教学了，我相信囡仔应该是印象会更较深刻。可以简单的英语，然后又可以看图片来学台语、学英语。那未来我们希望可以把台南在地小孩子、老师、校长他们的一些资料也都融合进来，然后创造一个更满足我们台南在地的一个台语机器人。因个目前这套系统需要网络，刷落来团队会把 GPU 安装伫机器人内面。互学生伫任何时阵拢会当练无伊。台南新闻所发采访报道。这是你讲的嘛？真出名的小琉球油葱饼终于来到高雄，要互介意这味的乡亲免专工去买，只要坐轻轨就当轻松到位。就因为这款油葱饼有特别的造型，以及每一喙拢真特殊的芳开，互真侪人拢甘愿排队来买。滋滋作响的油炸声伴随着阵阵扑鼻的香气，特殊的小琉球葱油饼正式出炉。这个特殊造型的葱油饼就是来自小琉球的人气小吃，如今终于登陆高雄鼓山，让高雄乡亲不用再大老远搭船才能享受美味。因为很多客人有跟我们讲说，那么好吃的东西为什么我们在本岛这边吃不到？然后呢？又很多客人会觉得说，要吃这个美食都要漂洋过海去到那边，然后想到说，我孩子在这边高雄这边读书，而讲说，要不在这边也开一家这样子。而为什么这家葱油饼的形状会如此特别，不像传统的葱油饼是圆饼状的呢？原来背后藏有历史故事。之前其实有做圆形的，然后为了学校，因为那时候这个点心学校小朋友还蛮喜欢。公公就觉得说要做成长条形，让孩子去到学校吃比较方便。这样的特殊造型也让葱油饼能吃出独特的空气感，每一口咬下去都喷发出葱花的浓浓香气，搭配香酥的饼皮脆感，也难怪会成为小琉球的口碑美食。跟人家不一样，
它这个人家别人是圆的，它是长的，而且它加蛋，它外酥内软，很 Q 啦。嘿，对。它就是美食介绍，然后有看到，我想说来试试看这样子。听闻来自小琉球的排队美食吸引许多顾客前来朝圣，而该店的位置也刚好就在轻轨寿山公园站旁边。如果想吃，可以直接搭轻轨前来，一下车寻的香气就能够找到葱油饼店，不用搭船也能享受饱满咸香的好滋味。记者朱敬伟、苏焕君、郑思瑶高雄报道。随着物价一直起，嘛影响到学校营养午餐的品质。高雄市政府为了让小朋友食得健康、食得饱，嘛调整对国小到高中的营养午餐补助，对原本2块调到4块，总共增加7块1亿5千万的支出。满载食材的餐车一早就到学校的厨房卸货，厨工立刻进行料理，要给学生吃的午餐。不过现在物价上涨，各项食材也变贵了，学校也感受到团膳厂商采买食材的压力，而调整学校午餐补助确实有助于厂商采买更好的食材。因为现在物价通货膨胀，所以呢有些东西开始涨价，涨得有些难以接受。但是呢，今天把这个费用调高，让学校在操作面更好操作。物价确实是有上涨，那其实，但我们学校确实对这件事情还管控得很严格。厂商在营养的部分还有菜色的部分都相当的注重，也很均衡。在高雄市长陈其迈的指示之下，将学校午餐加码补助，从111学年度起，每个学生每餐补助2元之后，调整提升为4元，合计补助经费增加到1亿5千万元，并且从113学年度开学后开始实施。基于健康的平权，那我们希望说，我们的小朋友不仅能够吃得健康，那也能够吃得饱，所以这一次。我们从111年这个调高2块，那到今年的9月开始我们再调高2块，就总共是4块钱那这样大概是否要增加1亿5千万的这个支出？高雄市学校午餐基准费都是每2年进行检讨调整，这次是参考消费者物价指数和基本工资等因素下，为确保学生用餐品质和兼顾团膳业者合理成本，由市长陈其迈亲自拍板调整补助费用到4元。因为现在物价也在上涨，所以随着这个整个物价上涨的这也应该要做一些调整了，来照顾我们的小朋友那所以国小大概会增加到46块国中应该是49块那高中应该是51块。教局在这方面也有一个正负的一个认举可以调整。那学校会根据市面上真正的物价来做调派，就是让大家都能接受，大家都能够做下去。那以学生的食安还有吃得饱、吃得好为主要目的，可以让孩子呢在上课之余念书，还有活动之余，可以呢有更多的营养补充的一个经费。学生在学校里学习，用脑力也用体力，又是成长发育的阶段，营养更需要充足和均衡。在物价上涨之下，是否补助学校午餐费用，提升品质，将可以让学生吃的营养又安全。记者赖昌邦高雄报道。感谢收看5月9号中嘉台南电新闻，我是顾文杰，咱再会。